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6月2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6篇11节到17节，耶利米书42章18节到22节，马太福音第10章第5节到2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使命。每一个基督徒拢有对上帝遐来的呼召甲使命。耶利米先知领受着对上帝遐来的呼召甲使命，以色列人来传达上帝的旨意。但是以色列人的领袖甲以色列人根本无愿意听先知的预言，因为先知咧讲的好，那亲像拢毋是好话啦吼。乃是预言讲以色列人会遭受灾难啊，因为迄是以色列人咧违背着上帝的旨意。传达安尼的言语之言，实在是先知的呼召甲使命。耶利米书42章18节到22节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恁若去埃及，我就要甲恁发大受气。亲像以前对耶路撒冷的居民发大受气共款，恁会成做人厌恶、咒诅、侮辱的对象，互人着惊，恁嘛着会搁看到恁的故乡。对恁这个犹大村落来的人，上主讲毋通去埃及，恁着清楚知影，今仔日已经甲恁经过，恁已经犯致命的错误，恁请我去求问上主，恁的上帝。你讲，请替阮上主，咱的上帝祈祷，将上主，咱的上帝对你讲的话，拢甲阮讲，阮一定会听趁。我将上主的话甲恁讲，恁煞毋听趁上主，恁的上帝派我来甲恁讲逐句话，所以恁着确实知，恁会去要去行脚的地，是因为拄着战乱、饥荒、瘟疫、灭无，所以千万毋通掠做讲福音，就是一直咧讲好听的话安尼啦吼。基督徒领受着上帝的呼召，就是爱去传真理。有真个时阵，这个真理却是一种言语的忠言。耶稣基督伊呼召，并且找近12个使徒出去传福音、医治人，并且为着人来赶鬼。耶稣并毋是一直咧讲好听的话，事实上，就亲像耶利米共款，耶稣基督也提醒、劝诫使徒，倒位袂当去，并且来有言因将来会拄着的这个逼迫甲苦难。马太福音第10章第5节到23节，耶稣找这12个使徒出去，吩咐因讲：恁毋通去外邦人的地区，毋通进入撒玛利亚人的这个城，只有着去找以色列家失迷的羊。恁去的时，着宣扬讲天国得要实现啦。恁着医好破病的人，互死人搁活，互麻风病人清气，搁赶出邪神。恁白白得着，嘛着爱白白互人。药单内面毋通带金币、银币，还是铜币拢袂使。出门毋免带旅行袋，还是2领内衫，嘛毋免带凉鞋，还是牙关仔。因为工人得着食米是应该。恁无论入去倒一个城，搭一个庄舍，着探听看什么人愿意接待恁，恁才去带到离开。恁入去厝内的时，着甲因请安。即家的人若愿意接纳恁，就将平安来互因；若无愿意接待恁，就将平安来收回。毋接待恁的，毋听恁的话的人，恁离开迄间厝，还是迄个城的时，就将恁脚链的土粉搬互伊清去。我实在甲恁讲，
伫审判的日，索多玛甲俄摩拉地区所受的刑罚，会比迄个城所受的搁较好忍受。就知我找恁去，亲像送羊入去伫豺狼的中间，所以就亲像蛇遐尼灵巧，亲像粉鸟遐尼顺良，恁着提防。因为有人会甲恁掠去，交互议会，伫因的议会中间来甲恁编拍，佮为着我的缘故，恁会互人拖去到伫总督甲君王的面头前，对因来对因甲外别人做见证。毋过，恁互人掠去审问的时，毋免烦恼要安怎讲，还是要讲甚物话。恁迄时恁所着讲的会甲恁指示，因为伫讲的毋是恁家己，是恁天父的神通过恁伫讲。兄弟会出卖兄弟，互伊死；老爸嘛会对安尼对待囝儿，囝儿会起来攻击父母，来甲因害死，因会因为我的名，互众人来埋怨恨。毋过忍耐到最后会得到救。因伫即个城迫害恁，就逃走去别个城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以色列的城市，恁惊夭袂透，人子就来。是啊，基督徒的使命并毋是一个真简单的路，就爱来紧紧来军队主的命令甲脚步。诗篇86篇11节到17节，上主啊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要照你的真理来行。求你互我用专一的心敬畏你的主，你的名。主我的上帝啊，我要全心称赞你，我要永远荣耀你的名。你施了互我的慈爱遐尼大，有救我的性命免落阴府上深的所在。上帝啊，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，规阵强暴的人笑念我的性命。因无将你放伫眼中，主啊，你是仁爱恩典的上帝，无快手去，佮有丰盛的慈爱甲信实。求你越过来看我，可怜我，将你的亏来赐予你的仆人，叫你的女婢的囝，求你显示恩待我的证据，互怨恨我的人看到来见笑，因为上主你有帮助我，安慰我。听我的天父，阮恳求你护照使用阮，将阮知将来要拄着的困境，求主帮助阮会当伫困难的中间坚定来军队，忠心来回应主所互阮的使命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